總價只需要花128萬就可以擁有呢套上下3層嘅雅居樂豪居嘅別墅啦。睇下呢個全花園空間係咪非常之大呢？都有40個平方。呢邊側花園呢，到時可以做翻個改造空間，將洗手間、廚房呢邊呢仲可以搭建個長者房嘅。入嚟睇我哋1樓目前個格局先啦。而至於裝修保養呢，都係非常之好嘅，係現格局嘅，所以呢，業主打理得非常之好嘅。呢個開間係將近3.8米大開間，到時候呢，可以搭翻個涼亭喺出邊，呢度打翻個落地玻璃窗，非常之舒服。嗰邊呢，就係目前嘅洗手間同埋廚房位置，打通咗呢，呢邊就形成咗個餐廳位置嘅。依家我哋上到2樓空間，2樓係做咗2間房、1個衛生間嘅。睇下呢個空間係咪非常之靚呢？隔離呢，就我哋嘅公共衛生間啦，空間呢都係非常之靚嘅。隔離呢一間呢，可以做翻個客房，採光面呢都係非常之好嘅。依家我哋喺3樓露台望出嘅視野呢係非常之開闊嘅，而且睇下呢個露台呢，到時可以搭翻個陽光房，淋衫曬衫係冇問題嘅。呢個露台呢15個平方，入嚟呢睇下我哋嘅主人房套間先啦。3樓呢一整層都係主人房套間嘅，依家擺咗1.5米大床啦。入去睇我哋嘅衣帽間同埋我哋衛生間空間啦。呢間呢套單位嘅話，總價呢只需要128萬就可以擁有三鄉中心地段雅居樂豪居呢一本 H 型98方嘅上下3層嘅別墅啦。如果你最近都喺度關注呢本別墅要裝修保養靚仔嘅呢間單位呢，一定要過嚟現場睇睇啦。睇樓嘅話，記得揾小波子，因為小波子公司呢就喺隔離塞納湖德賢優選房嘅，睇樓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睇樓嘅話，記得揾小波子。